来关心国际新闻，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有几那万人去首都响应示威，抗议贪污，要求执政12年的总统落台。因为这总统的支持者嘛，伫咧首都汇集反抗议，所以这两边的示威全演变做暴动，警方嘛逮捕几那人。 关键去了红布盾牌，示威民众激动甲一直冲去头前踢这盾牌。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当地礼拜，首都贝尔格勒出现数万名民众在街头游行，响应过去半年外反贪腐示威抗议。Ovdje smo da svom snagom i silinom podržimo studente i sve ono što oni promovišu i sve ono za što se oni bore i da im pružimo neizmernu podršku, da im kažemo da smo uz njih svim srcem. Kako su studenti rekli, ovo nije sprint, ovo je maraton. Pametnim popušta. 这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是因为2024年11月，巴布夏市诺维萨德一个打咧维修的火车头厝顶熊熊放落来，造成16个人死亡，引发民众对政府长期外交的不满。过去半年外，学生甲教师界的民众伫各地学校发起封锁行动，而且伫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示威，毋望对案件做透明的调查。不过当局一直无回应，互抗议团体伫5月开始诉求，继续总统武契奇12档的执政，提早举行国会大选。 Danas smo ovdje da menjamo Srbiju. Da menjamo Srbiju i da konačno ovoj vlasti vidimo kraj. 为此，塞尔维亚警方伫政府大楼、国会甲附近的公园周围部署数十名穿防暴装备的员警，另外，有武契奇的支持者嘛组织到首都做反抗议的活动。示威活动到暗时了后，开始出现紧密的冲突，正做暴动。部分激进的民众向警方弹汽油弹甲信号弹，警方是用催泪驾驶驱散民众，而且拘留真侪抗议民众。 因为武契奇的任期到2007年才会结束，已经拒绝落台，而且搁一摆强调，伫2026年年底之前未举行全国大选。国视新闻台是童朋友。